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，在家睇樓團咧，就同大家咧嚟到大埔嘅市中心啦。咁大埔嘅中心點咧，大家眾所周知啦，就圍繞住咧巴士總站啦，附近幾個屋苑咧，自己咧天橋駁天橋咧，就已經咧可以連成一線。咁啊，商場咧就可以接駁埋咧大埔嘅超級城。咁我而家咧就會同大家咧嚟介紹我身後面啦，呢個大埔廣場嘅一個租賣盤單位。咁啊，大埔廣場咧就喺大埔中心嘅隔離，一樣咧都係黐住個巴士總站，咁啊非常之方便。咁佢咧就一共咧就有5座咁嘅居屋嚟嘅，咁佢樓下咧自己都有自己屬於嘅停車場啊，同埋咧商場等等。咁啊，佢一樣咧都係同隔離嘅商場咧就已經連成一線，咁衣食住行咧就一站咧就已經到晒位㗎啦。咁啊，呢度行翻去巴士總站咧，其實都係1分鐘至2分鐘左右啦，就唔會好遠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同大家咧周圍喺附近行個圈，了解多啲，之後上翻嚟呢個單位度睇啊。咁大埔廣場咧嘅外貌咧就係咁樣嘅，咁佢咧商場咧就分為2層啦，主要咧都係啲民生店鋪，咁啊有好多餐廳、食肆啊、銀行啊、藥房等等。咁一共咧就有5座。咁啊，巴士總站咧就喺附近，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路線咧就出港九新界。咁樓下大堂環境咧就係咁樣嘅，咁一部咧就有3部 lift 啦，一個咧就係高座 lift， 一個就係低座 lift， 一個咧就係消防 lift。咁我哋上翻個單位睇先啦。咁呢個單位實用咧就係422尺，一入到單位啦就係一個女字型嘅客廳，咁啊主要分為2邊啦。咁而家望到嘅部分咧就係客廳啦。咁啊可以擺梳化同埋呢啲電視。咁業主咧本身就已經做咗好多嘅入場嘅櫃，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收納空間。咁啊廳咧其實已經望到海景㗎啦。咁我哋稍後咧會再 focus 啲再望啦。咁啊兩邊廳客飯廳分明，有啲飾櫃啊，下面咧就可以擺下啲雜物咁樣。咁另外一邊啦，呢度咧就係飯廳。咁啊可以擺張餐台，咁咧就連接咧就隔離部分咧就係廚房。咁廚房咧就做咗趟門啦，玻璃趟門，咁啊增加個空間感啦，同埋咧有少少牆身啊做咗啲櫃，咁啊用櫃間，咁啊可以擺下鞋或者雜物。咁望翻入去啦，佢L 型嘅廚房嘅設計啦，呢邊咧就可以擺雪櫃，上面咧都做咗好多櫃，咁啊有窗有抽油煙機等等啦，洗衣機都可以擺埋晒落去，咁啊雙爐頭啦，咁啊空間咧都好足夠，同埋都有好多咧可以擺下廚房唔同機，譬如咖啡機啊、麵包機啊、氣炸鍋啊咁樣啦。有時2個人一齊煮咧都唔會話好逼。咁啊到廁所啦，一樣都係有窗啦，咁啊已經做咗企缸，咁中間咧就係鏡櫃啦、洗手盆，咁廁所空間咧都係充足嘅，旁邊咧仲有啲層架咧就可以收納下啲廁紙啊，譬如咧沐浴露啊，或者咧啲地拖棍啊咁樣，咁啊擺埋晒一邊咧就好整齊啦。咁成個單位呢個裝修咧都係新淨企理，咁啊如果要求唔高，油下油咧就已經可以即刻住得啦。咁單位咧就有2間房，咁我睇咗第1間先。咁入門口咧就有個櫃，好似做咗攞嚟分隔咗張床同埋出邊嘅位啦。咁住入去就係一張雙人床嘅床位，咁啊兩邊咧都有對流窗，光猛嘅。咁咧其實呢度咧擺到4尺半床。咁咧呢個櫃咧就可以攞嚟擺衣櫃，同埋咧有時擺下啲雜物啊、叉電啊咁樣。同埋咧房其實都大嘅，夠擺床、夠擺櫃㗎啦。咁啊睇埋第2間啦，咁呢間咧 size 就會細少少啦，就做咗6架床。咁啊兩邊床啦，譬如有2個小朋友嘅配合啦，或者咧1個小朋友加姐姐咧都可以用得到。下面有啲小朋友可以收納下啲衫啊或者玩具啊咁嘅地方。咁如果做單人床嘅話咧，就夠擺衣櫃同埋梳妝台啦。
咁主要景觀啦，望翻出去咧，其實咧都係市中心嘅城市景。咁但係因為佢樓層咧就高過前面嘅樓啦，咁所以佢望咧就比較開揚啲，咁就可以望到咧吐露港嘅海景，同埋咧都算係開揚同埋望得遠嘅。咁啊，除咗海景之外啦，仲有山景。因為位置嗰個地理位置問題啦，前面嘅樓嘅頂樓咧都係矮過我哋而家身處嘅屋苑啦，咁所以望出去嘅景觀咧就會比咧低幾層嘅屋就會再開揚啲啦。咁如果咧大家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就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 啦，咁咧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要睇呢個單位或者知道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大家。